究竟應該點樣啊？個諗法啊，或者點樣開始踏出第一步改變啊？樣樣都係，無論喺嗰個進修上面啊，即係讀書啊、人際關係啊，或者一啲思考價值觀啊，咁我當然都會同佢分享。如果聽你咁講，其實喺捉棋裏邊有好多感悟同領悟，同埋頭先講，如果呢一種感悟領悟透現出嚟，其實你擺喺人生裏邊咧，頭先講啦，你都有經歷過低潮嘅時候，即係人生即係入歧途反彈翻上嚟嘅時候，但呢個復盤就牽涉到係連不淨止棋盤以內，甚至乎你嘅人生都可以用喺第啲場景。係啦，咁你教你嘅學生係咪都可以？即係或者同啲家長講啦，我相信你即係個棋院都會有唔同嘅小朋友會嚟去參與啦。咁會唔會都會同佢講啲人生道理嘅？嗱，當然我呢個好似好嚴肅嘅問題，但係係啦，佢話啊家長我嚟到學棋，係咪即係淨係學棋咧？當然啦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學棋嘅。係咁，但係如果譬如話有陣時咧，我見到有啲小朋友咧係需要幫助，例如話咦佢有啲嘢係，尤其是大個啲嘅小朋友，佢有自己嘅睇法，而咧佢有啲行為可能未咁好嘅時咧，我就會同佢輔導一下。即係橫劣啲嘅意思係啦，冇錯啦，或者佢未必橫劣啊，佢只係有啲位咧叫做特別少少嘅諗法，特別少少。咁獨特啲嘅唔係咁好嘅，但如果好嘅唔使輔導啦嚇，即係我自己認為嚇。OK。咁但係不過，譬如話，可能呢個小朋友本身好好嘅，但係咧佢而家咧一下子沉迷打機，尤其是而家時下啲年輕人咧嚇，啲學生好多時都會中打機毒嘅。咁我就會同佢講，呢個都可以救得到，即係意思係喺你個棋藝裏邊，你可以拉到佢落去一步對 OK 一步。係啊，因為我唔敢講100%，有成功例子，有失敗例子，甚至乎有抑鬱。抑鬱都救到㗎，不過咧都話唔係100%㗎啦，100%嘅話咧，呢啲時候係通常家長意識到呢個問題，去即係你攞幾條鎖鏈拉個小朋友過嚟啊，定係有咩方法可以即係引導到個小朋友嚟學棋咧？咁啊每個小朋友都有啲唔同嘅例子啦嚇，咁我先講佢本身係對棋有興趣先啦。如果你對棋冇興趣嘅話咧，就根本上係同我可能係接觸唔到，就冇呢個緣分咯，可以話係，只能夠話冇呢個緣分。咁至於譬如話我講完之後，我同佢分析完啊，或者我同佢傾偈啊，傾下內心世界啊，咁能夠改變到嘅，亦都唔係話絕對100%。如果100%嘅話，我哋就係治療機構，就唔係教育機構。冇錯，學費收到2個零嘅，所以唔係講話絕對係保證係做得到，但係咧係始終係個機會。係有成功例子，例如話最經典嘅就係我其中一個學生咧，之前係有抑鬱，咁佢係幾個月大就已經喺保良局嗰度大㗎啦，咁個經歷咧同我都接近嘅，嗰個背景啊個成長背景都接近，咁佢就見到咦呢個師兄原來同我差唔多出身嘅。都可以透過捉棋可以捉到一片天喎，咁佢覺得咧以人生冇希望，因為佢認為咧自己輸晒喺起跑線啊，或者係冇人理啊，或者係資源冇資源啊咁樣，根本上佢對人生冇晒希望。咁佢透過見到我呢個例子，咁佢就見到咦原來捉棋都可以有一定嘅出路咁樣，佢就好俾心機去練棋。當然啦，佢喺改變嘅途中咧，佢嗰陣時係讀緊大一嘅，淨係17、8歲到嘅，咁咧佢就有一段時間就慢慢打電話俾我，就問我究竟應該點樣啊，個諗法啊，或者點樣開始踏出第一步改變啊？樣樣都問，無論喺嗰個進修上面啊，即係讀書啊、人際關係啊，或者一啲思考價值觀啊，咁我當然都會同佢分享，同埋咧我亦都係俾佢喺之後嘅日子就係去我棋院度任上我哋啲課程，因為佢既然想，咁我就幫佢啦嚇，即係佢係想透過捉棋去改變，咁好成功地咧，最後咧佢都係第一抑鬱好返，第二咧就係好努力讀書，由以前咧放棄人生咧，到而家咧好俾心機去讀書啦，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去返屋企住，係因為佢其實有屋企人，只不過當時嘅環境係唔適合喺屋企住，所以咧就幾個月大就喺保良局度開始成長，咁就脫離咗19年嘅院舍生涯。咁呢個就係一個透過捉棋去改變其他人嘅生命軌跡嘅其中一個例子。